次係今年第5次嘅家福聚會。我哋平時咧係喺單月第3個星期六聚會嘅，歡迎大家，亦都歡迎網上收睇嘅弟兄姊妹朋友一齊收睇。我哋歡迎大家，今日好天氣喎，今日而家春暖花開，你我不其然周圍都望到好靚嘅花，令人心曠神怡嘅，大家認唔認同啊？認同係啊，我好中意睇到啲花，其他人養得好靚，我自己都要花多啲心思先有呢啲成果啦。咁我哋開會之先咧，我哋有一個禱告係嘛？另外有一個代禱嘅事項。代禱事項咧係同大家講下我哋一個親愛嘅姊妹，佢喺8月份咧就跌倒，咁佢個受傷咗就跌到隻右手嗰個手腕就有啲傷，所以佢而家要醫治，所以我哋一個代禱事項，求主眷顧，我哋大家低頭禱告好唔好？親愛天父啊，我哋感謝你，你係我哋嘅主，我哋嘅神，我哋多謝你，主耶穌，我哋多謝你捨命為我哋帶來盼望。今日我哋能夠成為你嘅兒女，係何等嘅福氣！我哋感謝讚美你，為着你嘅女兒，我哋嘅好姊妹敏儀姐姐，佢喺8月份跌倒，跌傷咗右手嘅手腕，現在依然好腫，要做物理治療。求主施恩憐憫，醫治佢，俾佢快啲康復。我哋獻上感謝讚美你。我哋今日嘅聚會，求主與我哋同在，你個保守祝福我哋，帶領我哋將今日各人嘅侍奉擺上，無論牧師個講道、司琴、帶詩、音響、主席或者翻譯、茶點，各有嘅侍奉，我哋都一一交上。求主祝福，帶領我哋從開始到末了，我哋同心合意，將整個聚會交在你手中。求主悅納，垂聽我哋嘅禱告，奉主耶穌基督聖名而求，阿門。而家係唱詩嘅時間，我哋有我哋嘅敬拜隊，有請敬拜支隊。各位弟兄姊妹，你哋好，好在我哋又見面啦。眨眼啦，所以我唔敢成日眨眼。OK， 今日我哋有一個首詩歌，我哋一齊可以開聲讚美我哋嘅上帝。我們的主。珍贵。
我哋嘅上帝唔單止係創造之主，同埋佢都係一位榮耀嘅主。跟住嚟緊有情況。誰去？我心中有淚，凡事有主人伴隨，有主基督在我心，定能賜安慰。團體去坦率相助，可用。
敬拜隊嘅詩歌讚美，真係好冧埋，聽得到歡迎大家，我再次歡迎大家。今日有冇新嘅來賓啊？係啦，呢位小朋友嗰個我哋是不是第一次來？第一次我們看見他，我哋歡迎啊，歡迎你，係，仲有冇其他啊？見到 Mary 姊妹同埋夫婦喺度，歡迎你啊！係，啊，仲有一個呢個建兒姊妹，好耐冇嚟啦，係。阿平好耐都冇翻嚟啦。阿平係我哋老友記嘅啦，老姊妹都係大家相識嘅啦，係好歡迎大家嚇。今日咧家福嘅主題咧，今年咧就係喺軟弱中彼此鼓勵，靠主剛強。所以我哋請我哋團牧李牧師分享今日嘅信息，講道嘅題目係靠主剛強，無懼苦難。我哋有請李牧師。你知唔知？係啦，咁我用呢個撳到喎，係咪啊？Andy， 得唔得？可能係。OK， 好，咁咧就先讀一讀經文好唔好啊？我們今天的經句，咁我就揀咗係出埃及記嘅5章啦，22至到6章嘅13節。是出埃及記的5章22節到6章13節。咁咧就係啦，一齊讀啦嘛。我們一起來念。摩西回到耶和華那裏說：主啊，你為什麼苦待這百姓呢？為什麼打發我去呢？自從我去見法老，奉你的命說話，他就苦待這百姓，你一點也沒有拯救他們。耶和華對摩西說：現在你看我向法老所行的事，使他因我大能的手用以色列人去，且把他們趕出他的地。神曉諭摩西說：我是耶和華，我從前向亞伯拉罕、以撒、雅各顯現為全能的神。至於我名耶和華，他們未曾知道。我與他們所立的約，要把他們寄居的迦南地賜給他們。我也聽見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苦待的哀聲，我也紀念我的約。所以你要對以色列人說：我是耶和華，我要用伸出來的膀臂，重重地刑罰埃及人，救贖你們脫離他們的重擔，不做他們的苦工。我要以你們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們的神。你們要知道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是救你們脫離埃及人之重擔的。我起誓應許給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地，我要把你們領進去，將那地賜給你們為業。我是耶和華。摩西將這話告訴以色列人，只是他們因苦工受苦，不肯聽他的話。耶和華曉諭摩西說：你進去對埃及王法老說，要用以色列人出他的地。摩西在耶和華面前說：以色列人尚且不聽我的話，法老怎肯聽我這笨口笨舌的人呢？耶和華吩咐摩西、亞倫往以色列人和埃及王法老那裏去，
啦，咁大家其實驚唔驚啊？今天的题目就叫大家不用怕，但是大家怕嗎？其實係冇人中意受苦，對唔對啊？其實是沒有人喜歡受苦。嗱，如果你睇出埃及記咧，特別係頭嗰部分，你見到咧係以色列人咧係受好多嘅苦嘅。當你看到出埃及記的時候，你看到以色列人是受到很多的苦。呢一章嘅聖經又話咧係以色列人咧係苦上加苦。這章的聖經告訴我們，以色列人是苦上加苦。點解咁講咧？為什麼這樣說？因為咧係佢哋喺埃及法老王手下受到好多嘅壓迫。因為他們在埃及的法老王手下受到很多的壓迫。佢哋頂唔住啦，佢哋就呼求耶和華救命啊！救命啊！他們是撐不住了，他們就呼求耶和華說救命啊！咁耶和華就為你預備咗摩西咯。那耶和華就為了摩西就去揾法老王咯，就去找法老，就叫法老王話唔該準以色列人離開埃及地啦。就告訴法老王說容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咁但係話法老王係不單止話唔制，但法老王是不允許的。仲咧係話咧豈有此理，你而家係想走佬？但還覺得以色列人是豈有此理，還是要逃亡？仲要加重佢哋嘅苦難，要加重佢哋嘅工作量，還要加重他們的苦難，加重他們的工作量。咁嗰啲嘅以色列人就埋怨摩西，你做乜嘢嚟累死我哋啊？那以色列人就埋怨摩西，為什麼你要將這些事加在我們身上？喂，你唔出現都好地地，你不出現還好。而家激嬲咗法老王，我哋點算？現在已經激怒了法老王，我們怎麼辦呢？所以摩西就好唔明白㗎，所以摩西是很不明白，就走去問上帝啦。就來問上帝：喂，上帝你有冇搞錯啊？上帝你有沒有弄錯？係你吩咐我去見法老王㗎嘛？是你吩咐我去見法老王的。係你吩咐我去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㗎嘛？是你來吩咐我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點解個結局會搞成咁啊？為什麼結局會這樣的？完全唔明白，是完全不明白。成個腦都係 question mark 問號，整個腦袋都是問號。其實我哋嘅人生，其實我們的人生會有好多嘅問號，對唔對啊？有很多的問號。我哋有好多嘢我哋搞唔通㗎。有很多事情我們都弄不好。我哋唔明點解呢個世界有咁多苦難。我們不明白這個世界為什麼有這麼多的苦難。喂，上帝，我哋已經係信咗你㗎啦噃。上帝，我們已經是相信你的。你都講過，你話咧係信耶穌信你，我哋會有祝福㗎嘛？你曾經說過信耶穌我們會有祝福的。你話你愛我哋，保護我哋㗎嘛？你說你愛我們，你保護我們。點解仲會有苦難啊？但是為何我們還有苦難？冇人中意苦難，沒有人喜歡苦難。所以咧係遇到苦難嘅時候，所以在碰到苦難的時候，一定係會咧係興奮就去問蒼天。所以呢，當遇到苦難，我們就會興奮不平的去問：喂，上帝，你做咩要揀中我啊？上帝啊，你為什麼要選中我？所以咧係歷世歷代嘅神學家啦、哲學家啦，所以歷世歷代嘅神學家、哲學家，都嘗試去解釋呢個嘅苦難嘅疑問，嘗試來解釋這個苦難的疑問。但係揾到而家好似咧仲未揾到答案。但是到今天還是沒有答案。好多嘅信徒都話咧係明，很多信徒都是不明。你明唔明啊？你明白嗎？唔多明啊！真的不明白。我都唔係好明啊。我也是不明白。但係咧，我最近就睇咗一本嘅書。最近我看了一本書。就對苦難咧係有一啲嘅唔同嘅體會。對苦難有一些不同的見解。書當中咧係提到咧係人類嘅對痛苦嘅感覺。書當中就提到人類對苦難嘅感覺。原來係上帝係好奇妙嘅一個設計。原來是上帝很奇妙的一個設計。原來咧係麻風病人最痛苦嘅地方係咩咧？原來麻風病人最痛苦的地方就係失去咗痛苦嘅感覺。就是失去痛苦的感覺。原來唔知痛係好大件事㗎。原來不知道痛楚是很大件事。所以咧就好多嘅名醫。所以很多的名醫
就嘗試係做一啲咧係模仿痛楚嘅神經儀器，就做了一些模仿痛苦的儀器。嗱，佢哋咧係發覺一樣嘅事情，他們發覺了這個事情，你做假嘅心咧得㗎，你做假的是可以，你做其他嘅假嘅器官都得，你做假的器官也可以。但係唯獨做一個模仿神經痛楚嘅系統，但是要模仿做一個神經系統的痛楚，原來係好困難㗎，原來是很困難的，甚至乎係唔可能㗎。甚至是不可能的。原來咧痛苦神經系統嘅一個咧係非常複雜、非常考慮嘅系統。原來痛苦的神經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系統。嗱，權威醫生Dr. Paul 咧就咁講啦。權威醫生 Dr. Paul 也這樣說。佢話人類就要感謝上帝啊，所以人類要感謝上帝，因為上帝發明咗痛苦啊。因為上帝發明了痛苦。佢話咧，我諗咧係上帝係唔能夠做一個比痛苦更加好嘅工程。我相信上帝沒有比創造一個苦難更好的過程。原來痛苦呢個嘅神經系統係非常之漂亮嘅。原來痛苦這個過程的神經是非常的漂亮。嗱，名作家Philip亦都咁講。名作家 Philip 也是這樣說。痛苦唔係上帝疏忽而出現嘅副產品。痛苦不是上帝舒服的一個副作品，而係上帝賜俾人類嘅一份係充滿恩典嘅禮物。而是上帝賜給人類的一份充滿恩典的禮物。就算呢份禮物係唔受人類歡迎啦，都好。就算這份禮物不受人家來受歡迎，但係缺少咗呢個嘅痛苦神經系統，但是缺少了這個痛苦神經系統，人類就會面臨危險，人類就會面臨危險，更加係可能係面臨毀滅，更加是面臨毀滅。嗱，神為人類創造咗呢個嘅痛苦嘅神經系統，上帝為人類創造了這個痛苦的神經系統，目的係叫我哋避免危險啊！目的是叫我們避免危險。嗱，好簡單，如果係人識痛嘅話，很簡單，如果人不懂得痛的話，家庭主婦喺度咧係煮餸切菜嘅時候，家庭主婦在煮菜嘅時候，切真隻手指唔知㗎噃，切到手指嘅時候就不知道痛，因為斬斷手指都唔覺痛啊嘛，你砍掉了那個手指也不知道痛，咁你就變咗呢個世界好多都係冇手指嘅師奶㗎啦。你就會看到這個世上會有很多沒有手指的主婦。所以上帝係將感痛器，所以上帝將了這個感應散佈喺人體嘅唔同嘅地方，散佈在人體的不同的地方。而呢個嘅感痛器唔係亂咁嘅放㗎，而這個感應器不是亂放的，係經過上帝精心設計而去放置㗎，而是經過上帝的精心設計來放置。所以你見到人體嘅唔同嘅部位，所以你看到人體不同的部位，對痛嘅反應都唔同㗎喎。對痛的反應也是不同的。科學家曾經做咗一個嘅實驗，科學家曾經做了一個實驗，用一支咧係好尖鋭嘅針，用一支很尖的針，就去測試下，來測試要用幾多嘅壓力，要用多少的壓力，先至可以喺人體唔同嘅部位產生痛苦嘅感覺咧？才能夠在人體的身上產生不同的痛楚。原來咧眼角膜0.2克你就知痛㗎啦。原來在眼角膜的地方是0.2克就會知道痛。你嘅前臂咧就要20克先知痛。但是你的前臂就要20克。咁你腳底咧要200克先痛。你的腳底會有200克才會痛。所以你去中國腳底按摩咧要鋸到人好大力。所以你在中國那個腳底按摩的時候，它就大力的戳進去，你才會知道痛。手指尖咧300克，手指尖是300克。哇！上帝嘅設計真係好奇妙啊！上帝的設計真的很奇妙。以手指為例啦。以手指為例。對事物咧手指係好敏感嘅。對事物手指是很敏感的。 3克嘅壓力就感覺到。3克的壓力就感覺到。但要去到300克先至係識痛。但是要去到300克才會懂得痛。所以我哋先至能夠係用手
手指去彈吉他嘛，所以我們才能夠用手指來彈對唔對啊？對嗎？所以咁才先可以彈到吉他㗎，係嘛？所以警察弟兄才可以彈那個吉他。如果唔係咁痛，邊個彈啊？不然這樣痛，誰會彈呢？咁你可能會咁講。可能你會這麼說。嗱，我可以接受上帝創造痛苦感覺係好嘅。我可以接受上帝創造痛苦是好的。但係難道上帝唔可以讓我哋遇到恰到好處嘅痛苦咩？但是難道上帝不可以讓我們可以遇到恰到的痛苦嗎？但我哋唔好忘記喎。但是我們不要忘記。苦難痛苦係人類濫用自由意志做出嚟嘅結果嚟嘅喎。痛苦是人類濫用的那個自由意志而產生出來。當人類選擇敵擋上帝，當人類選擇抵擋上帝，就做到呢個世界咧係烏煙瘴氣咯。就弄到這個世界是亂七八糟。就好似咧係當日以色列人喺埃及地受苦，就好像當天的以色列人在埃及地受苦。原因係個法老王係運用自由意志。原因是法老王運用了他的自由意志，唔按上帝嘅心意就去虐待以色列人啊嘛，不按照上帝的心意而去虐待以色列人。但好多信徒都期望一樣嘢，但是很多信徒都期望一些事，就係咧係希望遇到苦難之前，就是在遇到苦難之前，上帝就出手干預，就是上帝已經出手干預，咁就免除我哋嘅痛苦就最好啦，那就免除我們的痛苦，係咪啊？對嗎？如果架車就嚟撞我哋噶啦，那輛車只要衝過來撞我，上就擋住上帝就擋住了，係咪啊？對嗎？咁樣係唔係 work 咧？那樣是行嗎？你諗下，你想想。弟兄姊妹朋友，你諗一諗喎。弟兄姐妹朋友，你想想，今日點解你有病痛啊？今天我們為什麼會有病痛？因為我哋懶咯，因為我們懶，我哋唔做運動咯，我們不做運動，我哋又暴飲暴食咯，我們是暴飲暴我食，哋夜晚又唔肯瞓覺咯。晚上又不肯睡覺。但係你就期望上帝唔需要我哋為呢啲嘅行為負上責任。但是你又會向上帝說，我們不用負上這些行為的責任。你想上帝去廢除咗人種係乜嘢，收嘅係乜嘢呢個嘅自然規律？你想廢除上帝的自然條例，就是人種的是什麼，收的是什麼，係咪啊？對嗎？有譬如啦，又例如，你想唔想基督徒咧喺呢個世界咧係成為一個怪人咧？你想不想基督徒在這個世上成為一個怪物呢？人人都識痛，人人都會懂得痛，但係基督徒就唔識痛。但是基督徒就不懂得痛。人人都會有意外，人人都會有意外，但係就唯獨基督徒就唔會有意外。但是唯獨基督徒就不會有意外。Philip Yancey 咁講嘅。Philip 曾經說過，佢話咧，如果上帝阻止咗天災人禍危害基督徒嘅話，如果上帝阻止天災人禍來危害基督徒的話，咁我哋呢班基督徒咧就同出邊嗰啲嘅人咧完全隔離㗎啦。那我們基督徒就和外面的人是完全的隔離。保羅都祈求上帝除去身上邊嗰根刺。保羅也曾經禱告上帝除去他身上的一根刺。即係上帝你醫好我嘅身體嘅痛啦。上帝你醫好我身上的痛。但係上帝冇答應喎。但是上帝沒有答應。結果係咩咧？結果是就係無數嘅基督徒，無數的基督徒更加係能夠明白了解保羅，更加可以明白到保羅。對我哋呢班基督徒嚟講，對我們這班基督徒來說，保羅係更加人性化。保羅是更加的人性化。換句話講，換句話說，保羅同我哋呢班軟弱嘅罪人好接近啊。保羅與我們這班軟弱的罪人是很接近的。並不是一個咧高高在上唔食人間煙火嘅聖徒。他並不是一個高高在上不吃人間煙火的基督徒。嗱，又譬如又例如果咧係上帝遵從要求，如果上帝應我們的要求，要呢個世界咧係完全冇痛苦嘅，在這個世上是完全沒有痛苦的，完全冇困難嘅，完全沒有困難的，好唔好啊？好嗎？好，係咪啊？好。但係你諗一諗喎。但是你要想想，嗱，咁嘅世界係變成一個咩世界咧？那這個世界會變成怎樣的一個世界呢？即係話呢個世界咧係冇辦法去傷害別人嘅。就是說，這個世界是
嗱，想殺人嘅兇手嗰把嘅鋼刀，想殺人兇手的那把鋼刀會變成紙刀，會變成紙刀，子彈會變成水彈。子彈會變成水彈。又當咧係銀行嘅保險商被人偷咗100萬嘅美金嘅時候，當銀行的保險商給人家偷了100萬美金的時候，又會奇蹟嘅，又會咧係填翻100萬入去喎，又會奇蹟的填滿100萬進去，又唔會產生咧係通貨膨脹嘅喎。又不會產生通貨膨脹。哇！呢個咩世界啊？那這個是什麼的呢世界？個係幻想出嚟嘅虛幻世界啊！這個是幻想出來的虛幻世界。又譬如啦，又例如，當有人咧係要呃人嘅時候，當有人想騙其他人的時而家候，好多電騙嘅係嘛？現在有很多電你有冇收過啊？有沒有收？佢日日都收幾個咁滯，我每天都收了幾個，係嘛？對嗎？咁我哋就好唔中意呢個世界咁多電騙係嘛？那我們真的不喜歡有這麼多的電話騙。但係喺無痛苦嘅世界裏邊就唔使驚電騙嘅喎。但是在無痛苦的世界裡面，就不用怕這些電話騙術，因為點樣騙都好啦，因為他怎麼騙也好，你都唔會受到損害嘅。你也不會受到損害。又就算呢個世界咧有好多嗰啲嘅恐怖分子，就算這個世界有很多的恐怖分子，都唔能夠咧令到咧係人受到咧係去損害嘅。也不能夠使人受到損害。呢個世界咧係完全冇意外會發生嘅，這個世界是完全沒有意外，冇災禍會發生嘅。沒有災禍發生。嗰啲嘅爬山嘅人，那些爬山的人，嗰啲喺高空工作嘅人，那些在高空工作的嗰啲喺高處喺度遊戲嗰啲嘅細路仔，那些在高處遊戲的小孩，一個唔小心喺上面跌落嚟嘅時候，一不小心在上面跌下來的時候，會輕飄飄嘅咁嚟到係落去嗰個地下嘅，會輕飄飄的到地上，好唔好啊？好嗎？嗰啲唔小心去揸車嗰啲人，那些不小心駕車的人，又唔會有車禍嘅。也不會有車禍的。嗰啲咧係冇工作嘅人，那些沒有工作的人，嗰啲咧遇到困難嘅人，那些遇到困難的人，都唔需要去揾人幫助嘅，也不需要找人幫助的。因為喺一個嘅無痛苦冇困難嘅世界裏邊，因為我們是處在一個沒有痛苦、沒有困難的世係界裏面，唔會真正產生需要同埋危險噶嘛。是沒有真正產生需要和危險的。但係咁嘅世界，但這個世界，我哋問啦，我們就問，好定唔好咧？好或者是不好？喺咁嘅世界裏邊，在這樣的世界裏，大自然嘅規律大自然的規律就必須要針對每一個人，就必須針對每一個人，或者每一件事，或者每一件事，而作出調整，而做出那個調整，為咗要提供特殊嘅照顧。為了要提出特別的照顧。即係大自然規律係唔會係照慣常嘅方式去運行嘅，大自然的規則不會自然的運行，因為大自然嘅規律照常去運行嘅話，因為大自然的規律我如果照常去運行，人類就必定會咧係因為違反大自然嘅規律而受到呢個嘅苦難。人類就會因為違反了這個自然規律而受到苦難。聽得明嗎？聽得明白嗎？所以喺無痛苦嘅世界裏邊，所以在沒有痛苦的世界裡面，自然規律就要咧係好大嘅伸縮性。自然規律是要很大的伸縮性。地心吸力有時吸，地心吸力有時候要吸，有時又唔吸。有時候不吸。即係話咧18樓跳落嚟咧，成日冇咗地心吸力㗎。就是說18層樓跳下來的時候就沒有地心吸力。即係呢啲嘅硬嘢咧，有時係硬嘅，剝落個頭度會痛嘅。這些硬東西的時候，係嘛？在我們的頭上會痛的。但係你個老公發脾氣嘅時候，剝你嘅時候又變到軟腍腍嘅。但是丈夫發脾氣的時候，一打下去的時候就軟綿綿的。哇！咁嘅世界係咪好好啊？呢個世界。那這個世界是很好嗎？好多人都中意係咪？很多人都喜歡。但你諗一諗，那你要想想，我話如果真係有呢種世界嘅話，如果真的有這樣的一個世界的話，我哋人類最寶貴嘅倫理嘅觀念，我們人類最寶貴的人類觀念，人類最寶貴嘅係乜嘢？人類最寶貴的是什麼？就係愛啊嘛。就是愛。家福最強調係乜嘢？家福最強的是愛啊嘛，是愛，係關心啊嘛，是關心。但喺呢種嘅無痛苦嘅世界裏邊，但是在這個無痛苦的世界，唔需要愛㗎，是不需要愛，唔需要關心㗎，需要關心，需要彼此幫助㗎，需要彼此幫助，唔需要咧係有好人壞人之分㗎，不需要有好人與壞人，因為喺咁嘅世界裏邊，因為
在这樣嘅世界裡面，損害他人呢一種嘅惡劣行為，損害他人的惡劣行為，喺無痛苦嘅世界裏邊，在無痛苦嘅世界裡唔面可能會存在㗎。是不可能存在。即係話喺呢種嘅世界裏邊，就是說，在這個世界係冇咧係善良同埋係惡行咁嘅分別㗎。是沒有善良與惡行的分別。喺咁嘅世界裏邊，在這樣嘅世界裡你唔需要剛強勇敢㗎，你不需要剛強勇你唔敢，需要剛毅去面對苦難㗎。你不需要剛強去面對苦嗱，喺難。一個咧係冇危險冇困難嘅地方，在一個沒有危險、沒有困難的地方，你英雄無用武之地啊！英雄是無用武之地。什麼仁愛啊？什麼人愛？什麼咧係友情什啊？麼友情？什麼小心謹慎什啊？麼小心謹慎？什麼無私無我啊？什麼無私無我？什麼高尚嘅品格啊？什麼高尚的品格？通通喺咁嘅世界裏邊咧，係冇辦法去有成嘅。通通都在這個世界裡面沒辦法成。所以我哋話咁嘅世界，所以我們說這樣的世界，無論係增加你幾多嘅快樂都好，無論是增加你多少快樂仍也好，然都唔係一個好嘅世界，仍然不是一個好的世界，因為呢種世界係唔適合人類品格嘅發展。因為這種的世界是不適合人類發展品格的世界。其實我哋話呢種嘅無痛苦嘅世界，其實我們說這個無痛苦的係世界最唔好嘅世界，是最不好的世界，因為咧係人類嘅嗰種嘅愛啊，因為人類的愛，嗰種嘅關心啊，人類關心，嗰種嘅高尚嘅品格啊，那種高尚的品格，完全唔能夠係去發展出嚟。是完全不能夠發揮出來的。但而家咁嘅世界，但是現在的這個世界，好多苦難嘅世界，是很多苦難的世界。你有冇試過苦難啊？你有沒有遇到苦難？有冇啊？有沒有？你中唔中意啊？你喜歡嗎？你中唔中意啊？喜歡嗎？好多時候我哋話唔中意，很多時候我們都說不喜我哋歡，唔中意，我哋就話上帝你設計得好渣。我們真的不喜歡說，係咪啊？上帝你是設計我哋得忘記咗很差。上帝創天造地嘅時候，我們忘記上帝在創天造地的時上帝話候，上帝說看甚為美好。上帝看所有的東西是甚美好的。就算係上帝容許罪入世界，就算神允許罪進了世界，上帝容許咧係大地受到咒詛，上帝允許大地受到咒仍詛，然係對我哋係美好㗎。仍然對我們是美好的。點解啊？為何呢？因為我哋喺呢種嘅苦難嘅世界，因為我們在這個苦難的世界，我哋可以咧係發現咗一樣好寶貴嘅東西，我們可以發現到一個很寶貴的係乜嘢東西啊？是什麼？就係愛咯，就是就愛，係關心咯。就是關心。如果唔係有苦難嘅話，如果沒有在苦難裡面，咁我哋嘅家福咁多家庭點可能聚埋一齊啊？我們在家父團契這麼多明唔家庭明啊？團聚起來，所以咧明白嗎？苦難好定唔好啊？所以苦難是好或者不好？你話啦，你說吧，好定唔好？好或者不好？好就好，係嘛？是好。就係唔好我受苦，係佢受苦咪好咯？如果不是我受苦就好，他受苦啊，對唔對啊？對嗎？嗱，但係咧係有一樣嘢我哋一定要記住嘅，但是有一樣事我們一定要記得，喺現存嘅世界裏邊，在完全的世界裡面，我哋一定係會有苦難。我們一定會有苦即係難。我哋唔好咧係嘗試幻想，我們不要嘗試去幻想，我哋唔會遇到苦難，我們不會遇到苦難，唔會發生呢啲事㗎。不會發生這些事。我哋問上帝嘅問題唔應該係我們問上帝不應該是上帝，我可唔可以咧係冇乜苦難嘅過咗呢一生啊？上帝，我可不可以沒有苦難的過完我這一生？唔係問呢個問題啊不，是問這個問題，你應該問咩問題啊？你應該問什麼問題？上帝啊，上帝，喺我遇到苦難嘅時候，在我遇到困難的時我候，應該點樣去面對啊？我應該怎樣去面對？對唔對啊？對嗎？嗱，其實今日嘅經文就俾我哋見到一樣嘢，其實今天的經文已經讓我們看到，就話我哋應該點樣去面對苦難。就是說我們應該怎樣去面對。首先經文教我哋，首先經文教最重要，最重要，你就係要認識上帝。你要認識上帝。嗱，當摩西走到去上帝面前質問上帝嘅時候，當摩西跑到上帝面前去質問上帝你搞乜鬼啊？上帝，你做什麼？點解要你嘅百姓咧苦上加苦啊？為什麼讓你的百姓是苦上加苦呢？你質問上帝喎，他質
質問上帝，但係上帝冇直接俾答案佢喎。但是上帝沒有直接給他答案，但係上帝係俾佢知道我係邊個。但是上帝給他知道上帝是你誰。記唔記得6章2至4節上帝點樣答啊？你記得6章2節到4節，上帝講上帝話摩西，你聽清楚，上帝跟摩西說：你聽清楚，我係耶和華，我是耶和華。我從前係同你列祖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立約嘅耶和華。我是從前與你的列祖亞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約的神。耶和華呢個嘅名字，耶和華這個名字，埃及人唔知道，埃及人不知道，但係以色列人你哋知道。但是以色列人你們應該知道。點解耶和華咁講啊？為什麼耶和華這樣說？因為耶和華呢個嘅名字因為耶和華這個名字係代表上帝同以色列人彼此係有關係，是代表上帝與以色列人是有關係的，係上帝係同佢哋有立約嘅關係。是上帝與以色列人有立約的關係。上帝應承過佢哋係會幫助佢哋保守佢哋，上帝曾經答應過要保守他們眷顧，仲係會將係迦南美地賜俾佢哋。還要將迦南美地賜給他們。即係上帝嘅意思係乜嘢啊？就是說上帝的意思是什麼？佢話我會守約嘅，我會守約的，我會帶領你哋出埃及入迦南嘅。我會帶領你們出埃及進迦南。哇！呢個嘅認識就好貴啦，係咪啊？這個認識就是很寶貴的。我哋同上帝有冇關係啊？我們與上帝有關係。有喎，上帝都同我哋有約嘅關係喎。上帝與我們也有約的關係。係咩約啊？是什麼約？係新約嘅關係喎。是新約的關係。係透過耶穌基督嘅十字架嘅救贖。是透過耶穌基督十字架的救贖。我哋係稱為上帝嘅仔女喎。我們稱為上帝的兒女。上帝係我哋嘅父親喎。上帝是我們的父親。我哋係上帝嘅兒子兒女喎。我們是上帝的兒女。即係天父係答應我哋咧，係會一生一世係帶領我哋嘅。天父答應我們會看顧我們的一生一世。保守我哋。保守我們。愛護我哋。愛護我們。帶領我哋行過任何死蔭嘅幽谷。帶領我們走過任何的一個死蔭幽谷。哇！咁我哋嘅上帝對我哋呢啲嘅應許。那我們的上帝對我們這些的應許。咁我哋仲驚唔驚苦難？那我們還怕苦難嗎？驚唔驚啊？怕嗎？唔驚，因為我哋上帝係全能嘅上帝啊嘛。因為上帝是全能的上帝。我哋嘅上帝係任何嘢都搞得掂嘅上帝啊嘛。我們的上帝是萬事都能的所以上帝。我哋就算今日喺苦難當中都好啦。就算我們今天在苦難當中，我哋都無懼呢個嘅苦難。我們也無懼這個困難，因為上帝同我哋同在啊。因為上帝與我們同在。上帝會幫我哋啊。上帝會幫我們。上帝會安慰我哋啊。上帝會安慰我們。上帝會救贖我哋啊。上帝會救贖我們。聖經好多地方都提到上帝同我哋同在。聖經很多地方都提到上帝與我們同在。以賽亞書41章10節。以賽亞書41章42節。上帝話：上帝說：你不要害怕，你不要害怕，因為我同你同在。因為我與你同在。不要驚惶，不要驚惶，因為我是你的神。因為我是你的神。我必堅固你，我必堅固你，我必幫助你，我必幫助你，我必用我大能公義嘅右手扶持你。我必用我大能的右手扶持你。我哋有火燭車喎，係嘛？得唔得？好像有火災發生嘅，係嘛？得啦係啦。經文提醒我哋，經文提醒我們，無論我哋面對幾大嘅困難、幾大嘅挑戰都好，無論我們面對多大的苦難，上帝會陪住我哋㗎，上帝會陪住我們，賜我哋力量同埋支持我哋㗎。賜我們力量來支持我們的。詩篇嘅23篇4節，詩篇23篇第4節，大家識背添咋？大家懂得背的。詩篇話：詩篇說，耶和華係我哋嘅牧者。耶和華是我的牧者。佢用佢嘅杖、佢嘅竿嚟到帶領扶持我哋。他用他的杖、他的竿來所以帶領。今日我哋就算係喺黑暗危險當中都好啦。所以就算今天我們在黑暗的當中，我哋唔怕。我們也不怕。點解啊？為什麼？因為我哋嘅大牧者，因為我們的大牧者，佢拖住我哋啊，他拖帶，佢保護我哋他啊，保護我佢們，安慰我哋他啊，安慰我們。仲有呢個嘅上帝，還有這個位上帝，佢應許我哋俾我哋有平安。他應許給我們有平安。
安。約翰福音14章27節講㗎。約翰福音14章27節說：耶穌話：我賜下平安給你哋。耶穌說：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賜嘅平安唔係世人所賜嘅平我安，賜的平安不是世人所係唔賜的平同㗎，安，是不同的，係完全嘅平安嚟㗎。是完全的平安。所以你哋唔需要憂愁，所以你們不用憂愁，又唔需要膽怯。也不用膽怯。嗱，耶穌俾我哋嘅平安耶穌給我們的平係安超越環境嘅平安。是超越環境的。就算咧出邊嘅環境係兇徒駭狼，就算外面的環境是有波浪，係嘛？是嗎？哎呀，突然間屋企人又患咗絕症啦！突然間家人患了絕症，哎呀，又俾個老細炒魷魚啦！又給老闆辭退了，哎呀，又唔夠錢使啦！又不夠錢，哎呀，又冇錢供樓啦！又沒有錢來付那個貸款。你試過未啊？你試過嗎？好多苦難一齊嚟到嘅，很多苦難一起來。死啦！我哋唔掂啦！糟糕了，我們不妥了。係咪啊？救命啊！是不是在喊你記住呢句嘅經文先得嘅喎。一定要記得這句經文。耶穌賜俾我哋嘅平安係超越環境嘅平安。耶穌所賜給我們的平安是超越環境的。就算喺任何苦難當中，無論在任何的苦難當中，我哋入邊仍然可以係平靜安穩。我們裡面人就是平靜安穩。聽得明嗎？明白嗎？仲有喎，還有上帝應許賜俾我哋力量同埋智慧去面對苦難。上帝應許賜給我們力量和智慧去應對苦難。雅各書1章2至4節話：雅各書1章2節到4節說：我嘅弟兄姊妹們，我的弟兄姐妹們，你哋落喺諸般好多種嘅苦難當中，你們落在百般的試煉中，唔單單唔使驚。不單不用怕，你仲要以為大喜樂，你要以為大喜樂，因為咧係經過呢啲嘅苦難之後，因為經過這些苦難以後，你會有忍耐，你會有忍耐，你會咧係品格成長，你的品德會成你會長，越嚟越似耶穌基督。你會越來越像耶穌基督。所以今日我哋唔單單唔驚苦難，所以今天我們不單不怕苦難，我哋仲歡迎苦難喎。我們還歡迎苦難。你哋歡唔歡迎苦難啊？你們歡迎苦難嗎？上帝，我而家係真係舒服得滯嘅。上帝，我們現在真的太舒服。可唔可以俾啲苦難我哋啊？可否給我們一些？等我哋咧係堅毅成長啊！等我們可以堅固成長。會唔會咁樣求㗎？會這樣求嗎？人哋以為你係咪有啲問題咧？人家會以為你們是有問題。需唔需要送你去青山咧？需要看看醫生嗎？嗱，我真係識得啲嘅屬靈偉人咧，佢寫啲書咧，佢係咁樣求嘅喎。我真的看過一些屬靈的偉人，他所寫過的書都是這樣求的。因為佢哋明白啦。因為他們明白。你唔經過苦難，你不經過苦難，你嘅生命係唔會成長㗎。你的生命是不會成長。點解今日咁多嘅年輕人咁唔掂啊？為什麼今天有很多年輕人都不行呢？因為咧係從細到大，你都未經過苦難嘅。因為從小到大，他都沒有經過苦難。所以咧係有少少風吹雨打，一有一點點的挫折，就會冧㗎啦喎。就會倒。但係我哋阿爸阿公，我哋唔會㗎喎。但是我們的爸爸係咪啊？不會的。佢哋就好似棵老松樹一樣。他們就好像一棵我哋老松樹。嘅苦難咧打多到不得了啦，佢哋仍然可以咧掂㗎喎。雖然面對太多的苦難，他們還是可以面對。係㗎，聖經咁講㗎。真的，聖經這麼說。苦難可以試煉我哋嘅信心㗎。苦難可以試驗我們的信心。苦難係叫我哋更加成熟㗎。苦難可以令我們更加的成熟。苦難係我哋更加堅韌㗎。苦難令我們更加的堅強。但我哋需要智慧去面對苦難。但是我們需要智慧去面對。所以我哋向上帝求智慧。所以我們向上帝求智慧。腓立比書4章13節。腓立比書4章13節。保羅去鼓勵我哋。保羅鼓勵我們。我靠着那加給我力量嘅。我靠着那加給我力量。凡事都能做。凡事都能做。呢個凡事係包括乜嘢啊？這個凡事是包括什麼呢？面對苦難。面對苦難。哎呀，就算我遇到咧係突然之間有絕症，就算我突然間面到我突然間有絕症，不怕。凡事都能做。凡事都能做。即係話我能夠笑住去面對呢個苦難。就是說我能夠笑着去面對。所以你見到咧係基督徒同非基督徒咧一個應該係好大嘅分別喺邊度咧？所以你看到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一個最大的分別是？就係基督徒應該係笑住嘅面對呢個世界㗎嘛。就是基督徒能夠笑着來面對對唔對啊？這個世界，即係應該係成日笑口噬噬㗎嘛。就是說
常常的笑口，你哋係咪笑口噬噬㗎？你們是不是每天都有笑你臉？照鏡唔好淨係照你啲頭髮整唔整齊。你照鏡子不要一定照你的頭髮整不整你齊，照下你係咪笑口噬噬？你一定要照看你自己你是不是係咪照笑下你係咪臉，平安喜樂？是不是你有平安喜樂？如果我哋唔係喜樂，我哋唔係平安嘅話，如果我們沒有喜樂，沒有平安的話，我哋係羞辱上帝嘅名啊！我們就是羞辱上帝的名。因為我哋嘅上帝凡事都能㗎，因為我們上帝是凡事都能我的，哋仲驚乜嘢啫？我們還懼怕什麼？仲擔心啲乜嘢啫？擔心什麼呢？上帝已經成過㗎嘛，上帝答應我們，賜我哋能力是我們能力面對任何嘅困境。面對每一個困境。仲有喎，還有上帝已經成過俾我哋有永恆嘅盼望。上帝應許給我們有永恆的盼望。所以保羅喺羅馬書嘅8章18節咁講。所以保羅在羅馬書8章的18節這樣說：我想現在嘅苦楚，我想現在的苦楚，如果比起將來要顯現於我哋嘅榮耀，比起將來所顯現的榮耀，就不足介意了。就不足介意了。嗱，今日基督教咧講嘅咧，唔係一個嘅叫做咧係成功神學，今天基督教說的不是一個成功的神學，唔係咧係財富健康嘅神學，不是財富健康的神呢啲係學。靈恩派呃人嘅嚇。這些是如果有一些靈恩派是騙人。信耶穌你有健康，信耶穌你有平安，信耶穌有財富。信耶穌你有財富。我哋話最重要嘅唔係健康，我說最重要的不是健最康，重要唔係財富，最重要不是財富，最重要係乜嘢啊？最重要是什麼？你話啦，最重要係乜嘢啊？你說了，最重要是什麼？最重要係耶穌基督，最重要是耶穌係咪啊？對。保羅點講啊？保羅怎麼說？我得罪耶穌基督為我生命嘅至寶嗎？我得着耶穌基督為我生命的至寶。佢唔係話我得罪財富係我嘅生命嘅至寶喎。他不是說我得着財富是我生命的至寶。我唔係得罪健康係我生命嘅至寶喎。我不是得着健康，而是我生命所以今的至寶。日嘅人追求咧，連信徒嘅追求錯晒，所以今天的人和信徒所追求都是錯的，嘥好多時間去追求健康。浪費很多時間去追求健康。保羅點講啊？保羅怎麼說？操練身體益處還少，操練身體益處還少，唯獨敬虔，唯獨敬呢個先係最重要。這個才是最重要。好多嘅信徒嘥成7-8個鐘去做 gym。很多信徒浪費了7-8個小時去做我寧願7-8小時去睇聖經。我寧願7-8個小時去看聖經。我哋搞清楚乜嘢係最重要。我們一定要弄清楚什麼是。今日我哋信耶穌，今天我們信耶穌，我哋要知道耶穌講啲乜嘢。耶穌說什麼？耶穌話我哋要同耶穌同死同埋葬。我們要與耶穌同死同埋葬。我哋要背起十字架，天天跟隨耶穌。我們要背起我們的十字架，天天來跟隨耶穌。今日我哋信耶穌嘅，今天我們信你就要被走呢條係苦難嘅十字架道路。你就要走這條苦難的十字架。因為經過苦難之後，因為經過苦難，你先至見到榮耀㗎。你才會看到榮耀。你唔經過苦難，你不經過苦難，你睇唔到榮耀㗎。看不到苦難。所以保羅話，所以保羅說，而家嗰啲嘅苦難濕碎嘅咋。現在的苦難真的是不足介意。因為保羅我睇到將來嗰個嘅榮耀。因為保羅看到將來的榮耀。你睇唔睇到啊？你看到嗎？你大家要望遠啲喎。我們大家要係咪啊？看遠一點。你要望係咩啊？你要看。你望啟示錄。你要看啟示錄。啟示錄講乜嘢啊？你要看啟示錄。新天新地。新天新地。冇眼淚。沒有眼淚。冇死亡。沒有死亡。冇憎恨。沒有憎恨。冇疼痛。沒有疼痛。冇哀哭。沒有哀哭。苦難嘅嘢全部過去。苦難的東西完全過去。所以你係暫時有受苦嘅時候。現在只是暫時的受苦。望遠啲。看遠。望乜嘢啊？看什麼？望耶穌基督喺新天新地為我哋所預備嘅榮耀。看耶穌基督在新天新地為我們所預備的。嗱，仲有喎。還有。上帝應承過我哋。上帝答應我們。叫我哋係可以係得着完全嘅釋放。叫我們可以得着完全的釋放。詩篇34篇。詩篇34篇。佢話義人呼求。義人的呼求。耶和華聽見了。耶和華聽見了。就救佢哋脫離一切嘅患難。就救他們脫離了一切的苦難。跟住呢句就緊要啦。接住這句是很重要。耶和華係靠近傷心嘅人。耶和華是靠近傷心的人。拯救靈性痛悔嘅人。拯救靈性痛悔的人。經文話俾你聽。經文告訴我。上帝對嗰啲係去呼求佢。上帝對那些呼求他的。心靈受到創傷嘅人。生命
命受到創傷的人，會特別嘅憐憫、特別嘅幫助。會特別的憐憫和幫助。就正如當日嗰啲係呼求上帝嘅以色列人，就正如當天的呼求耶和華的以色列人，上帝即刻答應佢哋嘅呼求。上帝立刻應允他們的呼求。6章6節點講啊6章6節怎麼說？上帝話：上帝說：我要用伸出嚟嘅膀臂，重重嘅刑罰埃及人。我要用伸出來的膀臂，重重的刑罰埃及人。上帝要為佢嘅子民伸冤啊！上帝要為他的子民來伸冤。今日我哋俾人欺負，所以今天我們給人家欺負，唔需要自己去報仇，不需要自己去報仇，唔需要自己瞓唔着覺㗎，不需要睡不了，好激氣。很心疼。點解佢咁衰？為什麼他這樣仲壞？升職？還升職？點解佢咁衰？為什麼他那麼壞？仲咩？冇病冇痛，還沒病沒痛，間屋又大，房子又大，係咪啊？對嗎？好激氣，真的很不好猛陣，很氣瞓唔憤，着覺。睡不了。你要睇睇啦，聖經點講啊嘛？你要看聖經怎麼說，伸冤在耶和華，伸冤在耶和華，上帝一定審判㗎，上帝一定審唔需判，要你自己喺度咧係發猛陣㗎。不需要我們在這邊嘮叨。上帝又講：上帝又說，我要救贖你哋，脱離佢哋嘅重擔，我要救贖你們，脫離他們的唔需重擔，要再為佢哋作苦工。不需要再為他們做苦工。跟住上帝話：接着上帝說，會帶領佢哋去迦南，應許地去享安息。會帶領他們進入迦南，進入安息。嗱，你因為弟兄姐妹，如果你喺度數聖經上帝俾我哋嘅應許，如果你去數一數聖經給我們的，上帝給我們的多應許到不得了。是很多的。我哋信嘅上帝好好㗎，我們所信的上帝是很好，佢應承過我哋嘅事情，佢一定會做㗎。他所答應我們的事情，他都會做。上帝應承保護我哋，上帝答應保護，就一定保護我哋。卻一定會保護。上帝應承我哋，上帝答應我們，會帶領我哋係行出嗰個嘅幽谷，會帶領我們走出那個幽谷，就一定會帶我哋走出幽谷㗎。就一定會帶我們走出那個幽谷。所以唔需要喺苦難當中嘅時候咧，我哋咧係唔開心，我哋驚，唔需要㗎。所以我們不用在苦難當中害怕或者傷心。我哋要做乜嘢？我們要做什麼？完全依靠上帝，完全的依靠上完帝，全相信上帝。完全的相信上帝。嗱，最後講一個好短嘅故事結束好冇？好，最後講一個故事來結束。有一個咧係蘇格蘭嘅女士，有一位蘇格蘭的女士，佢好勤力嘅工作，她很有勤勞的工作，賺錢供個仔讀大學。賺錢來供兒子念大學。個兒子咧就放暑假翻屋企探媽媽。兒子在暑假的時候就回家探望媽媽。媽媽就不斷話俾佢聽：上帝真係好偉大嘅，上帝係照顧我哋嘅家庭啊！媽媽就不斷地告訴兒子是上帝真的很好，不斷地照顧我們。喺好微小嘅事情，上帝都看顧我哋啊！在很微小的事情裡面，上帝也看顧我們。佢個仔咧就因為讀咗大學，他兒子因為念了大學，受咗嗰啲嘅科學嘅教育，受了科學的教育，咁就開始咧係對上帝產生懷疑，就開始對上帝產生了懷疑。佢就挑戰媽媽話啦：他就挑戰媽媽說：阿媽，我哋咁微小，媽媽，我們這樣微小，上帝咁偉大，上帝這麼偉大，就算真係有上帝都好啦。就算真的有上帝，上帝點得閒時時去注意我哋啫？這怎麼會有空閒來看顧我們呢？阿媽冇咁傻啦！媽媽，你不要這樣傻。就算上帝唔睇我哋唔理我哋，就算上帝不看我們不理我們，對上帝嚟講冇乜損失㗎。對上帝來說是沒有損失的。阿媽就同阿仔講：媽媽就對兒子說：阿仔，你講得啱。兒子，你說得對。我哋真係微不足道，我們真的是太微小了，唔值得上帝注意我哋。不值得上帝來注意我們。我哋嘅死活，我們的死活，好對上帝嚟講好似都冇乜關係。對上帝來說好像沒有關係。但係，如果上帝唔看顧我哋嘅話，如果上帝不看顧我們的佢就話，係違背咗佢對人類嘅承諾啦。他就違背了他對人類的承諾。佢嘅名譽就會受到虧損，他的名譽就會受到虧損，佢嘅品格就會受到質疑，他的品格就會受到質疑，佢就唔可能係上帝，他就不可能是上帝，因為上帝係唔能夠背負自己嘅。因為上帝是不能夠
自己。聽得明嗎？明白嗎？我哋嘅上帝係講過就算數。我們的上帝是說了就說。佢應許過我哋就一定會做到㗎。他所答應我們的，他一定會做。所以當我哋喺苦難當中嘅時候，所以當我們在苦難當中的時候，我哋要記住耶穌基督俾我哋嘅應許。我們要記得耶穌基督給我們的應許。約翰福音16章33節。約翰福音16章33節。在世上你哋有苦難，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哋可以放心，但你們可以放心，因為我已經勝過世界，勝過苦難。因為我已經勝過世界，勝過苦難。仲驚唔驚？害怕嗎？耶和華又應許我哋。耶和華又應許我們。佢話佢會將我哋如鷹嘅背喺佢嘅翅膀上邊。他說他會將我們背在他的翅膀上，帶我哋飛離嗰啲嘅苦難，帶我們飛離那些苦難。所以今日唔使驚㗎。所以今天我們不用怕的。但係我有苦難喎。但是我有苦難。我好驚喎。我是很怕的。點解上帝仲唔出手啊？為什麼上帝還會出援手呢？仲孭我哋飛走㗎？還會背負我們？點解啊？為何呢？點解啊？為何呢？點解啊？為什麼？時間未到啊！時間還沒到，係咪啊？上帝睇得起你啊！上帝看得起你，你明嗎？明白嗎？上帝話你仲可以捱多一陣。上帝說你還撐得住，捱多一陣就有好處。撐得住就有好處。因為苦難會生咩話？因為苦難會生什麼？生忍耐啊嘛。會生忍耐。你想唔想忍耐啊？你想不想有忍耐？忍耐生老練啊嘛。忍耐生老練，對嗎？你越多苦難，你越多的苦難，你越堅強，你越堅強，越堅毅，越堅毅，越有信心，越有信心，越似耶穌基督，越像耶穌基督。即係上帝想你越嚟越似耶穌基督啊！上帝是想我們越來越你想唔想啊？像與耶穌相似。你想嗎？唔想咁啊？不想。唔想唔得，上帝睇得起你嘛？不想也不行，因為上帝看得起你。咁啊，有啲人就話俾上帝，你唔好睇起我得唔得啊？有的人對上帝說：上帝，你不要看我。真係喎，我探我哋聽嘅姊妹講喎，好多苦難嘅喎。我真的去探訪一位姐妹，她有很多苦難。牧師，你可唔可以幫我同阿上帝講啊？他說：牧師，你可以跟上帝說嗎？叫上帝唔好睇得起我。叫上帝不要看得起我。上帝睇得起邊個關唔關事嘅啫？上帝看得起誰，關我什麼事呢？明白嗎？呢個世界有幾多個約伯啊？這個世界上有多少個約伯？從古到今都係得一個約伯啫。從古到今只有一位。你話我想做約伯咁啊？你說我想像約伯。上帝話唔得，你未得啊。上帝說你還不未夠資格做約伯啊。還沒不夠資格做約伯。你明嗎？明白嗎？所以咧喺苦難當中。所以在苦難當中。就好似我哋嗰啲嘅運動員咧，你受過嗰啲訓練未啊？你就好像運動員一樣，你受過那些訓練。掌上壓。掌上。你去做警察啦。你去做嗰啲嘅紀律部隊啊？你去做那些紀律部隊。係咪啊？繼續50、51、50、60，係咪啊？對嗎？越來嗰個越叻㗎嘛。越久的那位就越厲害。即係你喺苦難當中嘅時候。就是說你在苦難當中。你就記住。你是為了記住。你是不是正在做？上帝會說繼續。81啦。81。100啦。100。上帝話你得㗎。上帝說你可以。你可以做到200。你可以做到200。明唔明啊？明白嗎？或者我差啲。或者我真的差一點。50話上帝就收手啦。50上帝就收手。係咪啊？對嗎？咁你話做我好定做你好啊？那你說做我還是做你？你明嗎？明白嗎？你梗係做200嗰個啦。當然是做。你做到200，你50就收手。你可以做200，為什麼只是做50？你明唔明啊？明白嗎？所以今日我哋係咩啊？所以今天我們怎樣？我哋今日嘅主題係咩話？我們今天的主題是什麼？剛強壯膽。剛強壯膽。無懼苦難。無懼苦難。我哋唔單單係唔驚啊！我們不單是不驚。我哋仲歡迎苦難。我們還歡迎苦難。因為上帝叫我哋忍耐。因為上帝叫我們忍耐。我哋越忍落去，我們越忍耐，對我哋越有益處。對我們越有益處。我哋同心嚟祈禱。我們同心禱告。上帝多謝你，你提醒我哋。上帝，我們謝謝你，你提醒我們。根本呢個世界上面嘅苦難，我哋唔需要懼怕。在這個世界上的苦難，我們不用懼怕。就讓我哋係明白知道上帝你嘅應許。就叫我們明白記得上帝的應許。今日我哋就靠着你俾我哋嘅應許。今天我們靠着你所給我們的應許。我哋去
面對苦難，我們去面對苦我難，哋要靠着耶穌基督嚟到得勝。我們要靠着耶穌基督的勝，求你幫助我哋。請你幫助我我們。祈禱交託，這樣子禱告，係奉主名求，奉主名求。係咪？多謝你牧師嘅信息分享同埋教導。原來苦難係好嘢嚟㗎，係啊，我哋都係無懼苦難。當我哋遇到苦難咧，我哋咧就會經過，就會生命成長啦。所以我哋求智慧啦，苦難嚟到求智慧啦，咁我哋就會依靠神。咁而家係回應詩歌。我哋有請 Stella 姊妹，唔該。大家好，我哋 Stella， 我姓蘇，我叫蘇國蘭，唔係正話牧師講嗰個蘇格蘭故事嗰個，我叫蘇國蘭嚇。咁就今日好多謝阿福，再一次關太邀請我。俾個機會我喺度讚美同大家分享。弟兄姊妹，我相信正話牧師嘅信息咧，係講到我相信每一個人多多少少都有嘅，就係苦難。但係我哋執住幾多嘅恩典去度過咧？嗱，呢個就係你嘅 choice 啦。我細個唱聖詩，我唱嘅時候咧，頭啱啱好開心唱歌。咁再大啲。去到 high school 我又唱喎，我話有合唱團啊、詩歌班啊唱。但係到而家我行到今年2025年啦，我都仲有人即係邀請我唱嘅嚇。咁但係嗰個心情咧同個 tone 係好唔同㗎，因為點解？我由嗰度行咗幾十年啦已經嚇。咁我咧就睇透咗，人生係必遇苦難嘅，但係唔緊要。原來咧，我哋有一個寶貝就係耶穌啊，就係我哋包住，即係承接晒我哋喺後邊 back up 我哋嘅。咁呢個咧就係好多人都會唱聖詩啊。點解會唱得咁開心咧？我相信就係領受翻嚟咯嚇。咁我今日帶一首歌咧就叫《全因為你》，係一首好耐嘅歌，亦都好榮幸我諗都超過20年啦。佢第一次嚟嘅時候係影音視團，咁嘅時候咧，佢就請我代唱嘅。佢啲節目做講道嘅時候咧，我就代唱佢首歌。所以咧，我就都好榮幸啦。呢首歌其實個背景咧，真係跨年、跨月、跨日、跨時空。每一個人，你再咀嚼下，好回應李牧師正話講嘅信息嘅。我哋要靠主喜樂。好，我哋一齊嚟回味一下呢首《全因為你》嘅歌詞。如果你識唱都可以唱㗎。原裝嘅音樂係佢哋原創嘅音樂嚟嘅。這生
啲報告，嚟緊嘅星期一咧，即係後日，今日係9月22號，有家長支援小組嘅聚會，係喺早上10點至12點嘅，喺彰湖嘅救世軍呢度，係每個月嘅第4個星期一。下個月10月份嘅就係喺27號，跟住11月份咧就喺24號，同樣都係每個月一次，係喺星期第4個星期嘅。另一項報告咧係家福下次嘅聚會係喺11月15號2點半啦，我哋依然係平時嘅時間。另外一樣咧就係11月29號。係聖誕聚餐，係喺晚上6點開始。我哋聚餐之後呢，我哋會有聚會嘅時間，請大家預留時間一齊參加啦。歡迎大家帶一件食物同大家分享。另外，我哋家福嗰個網址，我想再講多次，係喺3個 W 啦 GFF.org.au， 隨時都可以，我哋喺網上重溫我哋嘅聚會視頻嘅。散會之後，我哋有茶點，請大家留步，同時慶祝9月份同埋10月份生日嘅肢體。我報告係咁多，而家請關太出嚟同我哋分享一啲信息。關太，好，唔該晒。其實呢個信息咧，大家好嚇，我係關曾美莎。呢個信息咧就係好多謝 Keith 周啦，佢係我哋嘅家福團契 ，OK， 家福團契嘅顧問律師嚟嘅。咁佢而家退咗休啦，佢就寫咗啲書。咁呢啲書咧，原來佢咧就好多人咧就擁有嘅。咁有一日我同佢傾開偈，咁多人擁有，我家福團契有冇份啊？咁佢話有，我送俾你30本，每一本咧就係20蚊，你就去推銷啦咁。咁咧呢個就係當你買晒呢30本咧，咁就係我奉獻家福600蚊，600蚊，600蚊唔係600萬，我都想有600萬，可能有多年後就係600萬啊！而家佢話佢奉獻600蚊，就係因為呢本書，弟兄姊妹啊，就係因為佢咁講咧，我就要向大家推薦。家福團契咧，我都知道送書俾人咧係好容易，但係咧要話每一本20蚊，實在都係唔容易開口。咁有啲人話我都冇帶錢出街嘅，點係同你買咧？咁我覺得唔緊要，我寫低你個名。當你下次有帶嚟嘅時候，你就俾我。其實唔係我要你嘅，係多謝你對我哋家福嘅愛心奉獻20蚊。以前咧，我哋嚟聚會嘅時候，我哋都會有奉獻封嘅，然後咧我哋收嘅。但係到而家我哋都冇咁做。我唔知道弟兄姊妹們，當你哋嚟到我哋家福聚會嘅時候，你哋有冇呢啲嘅愛心對我哋嘅家福有啲嘅奉獻啊？咁無論點啦，今日我都呼籲弟兄姊妹們伸出你嘅援手，一本20蚊。如果可以嘅話，就請你同我買啦。跟住啲錢咧就係奉獻俾家福嘅。Keith 咧係非常之好，你要用心去做啊！我會用心去做。跟住佢話你賣唔晒咧，你又攞翻嚟，咁我都知，因為佢係20蚊一本，好多機構都同佢認購咗，係佢送出嚟，然後就去奉獻俾呢啲嘅機構嘅。咁啊，所以我哋就係為咗佢啦，我哋感恩啦，又多謝佢俾我哋一啲嘅少少嘅心意啦。咁所以我都希望弟兄姊妹能夠積極為呢本書買翻嚟自己睇又好，送俾朋友都好啦。咁如果你話我想要 Keith 簽名咧，咁我諗俾一日我哋會叫佢嚟，我哋俾我哋嘅30本我哋賣晒啦，請你過嚟簽個名啦。咁我諗佢都會樂意嘅嚇。呢位弟兄人非常之善良，成日都同我哋一齊去為福音嘅事，佢都好落力嘅。多謝弟兄姊妹一齊到茶點啊，繼續努力。好啦，喺我哋要享受之前，我哋請我哋嘅牧師為我哋祝福。牧師，唔該晒。好，我哋一齊喺南港整成生命受同天父上帝而嚟嘅賜福。
但願主耶穌基督嘅恩惠、天父上帝嘅慈愛、聖靈嘅感動同埋交通，常與你哋眾人同在，從今直到永永遠遠。Amen。